俊杰，你来啊！我想我差不多啊。妈。安娜。安娜，有话想要甲我讲，啊，毋过煞讲袂出嘴先。好，阿婆妈妈先讲，是嘞，俊杰。但迄天妈妈情绪无啥好，讲话有较重，较超过，是嘞。妈，你莫安尼啊！是我无徛伫你的立场替你设想，是我想过自私。无代志，你已经尽力啦，你尽力啦。但你自细汉，从你捌代志开始，你就是一个真乖、真大心的囡仔。当然，我嘛知影，迄是因为你一直拢将你的情绪藏啊真好，因为你无希望妈妈为你烦恼啊。他这边，阿嬷派你去美国，叫你去面对一个根本就讲袂成的合约。啊，你都较想办法去说服迄厂商。啊，另外一方面，你还要烦恼惠婷在台湾去互欺负，所以你心肝内一定就无好过，对无？妈，是我无处理好我家己的情绪，我不应该对你发生的。现在有啥物要紧啊？三叫咱是无要紧，我也无可能因为安尼，就甲你解除无要紧的关系啊，对无？无论这个世界安怎变化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后生，知影无？啊？爸，我做你的后生，你有快乐吗？你哪会用安尼问？我知影，我知影，迄天我讲的气话，啊，不过迄是因为我对你的期待，真是就真的出去，所以我讲话有较重，你莫放在心肝内，好不好？啊？那你我做你后生，你敢有失望过？无后悔过？你讲囡仔，你敢知影？天公伯啊，互你来做我的后生，我有我欢喜，因为是你互我希望，你互我勇气，你互我知影天公伯啊，还是同款有咧看顾我。但有一句话，可能之前我毋捌甲你讲过，不过即马我要甲你讲。俊杰，多谢你来做我妈的后生，多谢你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躯边，多谢你和妈妈，你爸爸走了后，给我有勇气坚决活落去。我真正唔知啊！我是不是有法度一直陪在你的身躯边？我真正足惊有一天，我连我家己是啥，我拢已经唔知影。我的人生已经失去方向。
妈妈伫的，有妈妈伫的，你就会知影，这个世界永远有一个所在是属于你的所在，永远有一个人是真心的爱你的，迄个人就是我。白妈，你予我这所有一切，敢真正永远拢袂变？当然改变啊！我本来想讲，我甲恁爸爸会别条街路。我本来想讲，要甲恁阿公，还有春梅阿姨三人感情永远拢袂改变。啊，毋过结果咧，所有一切拢改变了。恁爸爸无去啊！恁阿公死啊！你即摆春梅阿姨嘛去互关起来，我即摆身躯边的人是愈来愈少啊！啊，不过算计，我爱你知影，无论这个世界安怎改变。只有我对你，妈妈对你的爱是永远袂改变的，你了解无？啊？多谢你。讲囡仔，哪安尼咧哭咧？你最近压力伤过大对无？因为我已经找过答案。当时我拢会感觉，我活的意义到底是啥？哪有需要找？因为你就是答案啊！你就是妈妈，你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。假使若无你，无你在这个家，我啥物拢毋是啊！我囝一定要坚强起来，咱一定要做对方上坚强的这个外壳，有听无？快！妈，就亲像你讲的。就算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拢会变，你对我的爱永远拢袂来改变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伫你的身躯边保护你，因为伫我心目中，你永远拢是我的妈妈。对啦，俊姐，当我朋友迄天甲我讲，伊在你出事迄个病院看到你，啊，你敢唔去啊？妈，我无去啊，我想应该是恁病讲的。啊，另外一件代志，我陪你讲一下，就是我已经通知人事处，甲慧萍调动来总公司啊。谢谢啦，妈多谢你。啊是讲你甲慧婷提早调转来，阿嬷敢无为难你？当我提早甲伊调倒转来，毋是为着你，是为着公司。但你袂记啊？咱今年的食品创意奖搁开始啊！啊对哦，我说起我袂记咧，去年慧婷哦，
你研发的创意食品得纽约选奖诶。这对公司的形象哦有真大的帮助，所以今年的比赛嘛是要麻烦你啊。我是希望伊这边哦会当将功赎罪，替公司募一个金牌倒倒来。你放心，你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啊，但是讲我即马该调倒转来啊，以后恁见面的机会都加较济啊。我是希望讲你。我袂以叔叔来当我入公司的。妈，你放心。谁哩？我要紧无？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总经理歹势。无要紧啊，你开较慢的啊。是。妈，你有要紧无？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妈，你拄则出手搞保护我真系看了足感动。迄哪有啥物啦？但你自细汉到大汉，咱逐边做伙坐车，拄着咱紧急刹车，我拢爱伸手爱甲你抓一下，保护你。这是一个做妈妈的天性。就算你即马遮大汉啊，嘛同款，我同款袂改变的。对啊，当我听讲你今年有车管，啊，毋过变烦恼，我会替你隔壁的点点，可能较注意。啊，你莫干那烦恼我，你甲你嘛是，你会平安肯定的。哦，你放心，我嘛会替我家己点灯的啦。咱母仔囝一定爱平平安安的。妈，多谢你。虽然我唔是你亲生的，不过我会当感受到，你真正足爱我。就算我永远唔知影我家己的身世，嘛不要紧，因为安尼都够啊。